因应各级学校停课，台南市教育局邀集75位专家教师，依照无同年纪、科目，提供台南市各中小学生伫 YouTube 平台上学习。22个课程，总共累积142万人浏览，显示出课程的内容不只受到台南市13万名各中小学生的注目，也吸引真侪外县市网友的喜爱。为了让孩子呢，那么停课但不停学，所以我们呢是率全国之先呢，在昨天正式这个上播哈，那么有75位专家教师呢，那么开了75门课。那昨天整体的流量可以说是大家都非常紧张，但是我们都在掌握当中。100多万人，总共有142万个人次上去。那各位可以看到哈，我们的流量管控的那个图哈，事实上可以看得出来。那个圆圈圈点呢，就是有上限的那个人数的一个量的一个图示。那可以说北部呢，比我们南部还多。可以说大家都关注，而且都上线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老师的直播教学。那中部呢，是也不例外。那再来就是我们台南周边。那我想这样的一个这个准备，也能够分享呢，让全国的学生呢可以这个不停学。那这个我们可以说全力以赴。那也跟各位报告一下，那么昨天刚刚也谈到了有142万的这个人次那个上去。那我们老师呢很卖力一直到我们播完了，那还是可以让孩子呢继续做复习。有的老师呢非常的精彩，已经有3万多的人次上去了看他的影片。所以今天我们所有老师呢更卖力啊。另外，针对厝内无网络，也则是无上网设备的学生，市府教育局也结合3间电信业者，提供1700张的网卡，免费给小朋友使用。昨天我们跟中华远传、台湾之星等等几家都有申请这个网卡，所以总共昨天有来借的有108张，总共备了1700张总共昨天有一些透过老师家境比较需要帮忙的这个同学，他总共借了108张，我们备了1700张，所以都还有相当多的余裕。那这个部分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。今天为止呢，借出有33校134张，所以事实上都还是够的。另外，我们有100个行动的4G 这个装置，那到今天有11项那么47支呢有借出，所以事实上还有一半。所以我们除了这个之外，我们其实有规划我们整个配送的系统。我们有六大中心然后这个12所学校之外，另外还有一个转运站，所以总共有6大区，然后22校。所以每一个学校的学生如果有需要，无论是无线网卡或者是行动载具平板，就直接跟学校反映。那学校呢，有的可以借就借，不行他就讲区域中心呢来这个会调度给他。那如果不能用没关系，马上再换一台新的。我们邀请台南市公办线顶学习课程，活泼又个趣味的内容，吸引民众的目光，也和小朋友会当停课不停学。台南新闻赵硕维采访报道。